乡亲回头来看，这是全台湾的头一例，有这个通缉犯畏着新冠病毒。这个姓周的通缉犯进前卡着伤害致死罪，被判刑了后，逃走到菲律宾。顶礼拜五的暗时，为菲律宾返来台湾，伫个机场互航警发现抓起来，送去桃园的家家，这2天都来验出新冠病毒确诊，搁送到病院来隔离。 27暗时，一个为菲律宾返来台湾姓周的通缉犯入境时，互航警发现，随送到桃园地检署去归案，后来送到桃园家家服刑，敢若待2天尔，就验出来伊有确诊去患着新冠肺炎，所以赶紧为家家送到病院去隔离。这个姓周的通缉犯当初因为伤害致死罪被判刑5年4个月，走去菲律宾，人伫国外时就无爽快啊。27返来台湾了后，头一摆采检并无验出来，当作讲敢是感冒尔。 因为有家嫂的镜头，为了慎重起见，甲方通报通市卫生局进行第2摆采检，验出是阳性反应，确诊是新冠肺炎。对了，这个案件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，有做好相关的处理。目前还没有匡列，目前只有他一个而已。那还有他跟他接触的相关的承办的行政人员。桃园家家嘛表示讲，这个姓周的受刑人入监了后，大是个人方式有进行居家检疫，接触人较少。 监所人员冒穿防护衣，相关的监所人员嘛将进行居家隔离，并且加强所内消毒的工作。